今早起的圣诞礼拜。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一水，西门彼得因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这时，请咱参加来吟诗圣诗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咱来吟全首。
真济，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全地拢在庆祝主圣诞的时，阮圣兄弟姊妹用谦卑、欢喜、感谢的心，自接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三甲俄罗庆祝主耶稣的降生。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你创造天甲天顶的万象，地甲地上的万物，海甲海中所有的，佮创造阮人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有赐下你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降临世间，道成肉体，取奴仆的形象，真侪人的款式，用恩典甲真理充满伫阮中间。你无比的慈爱甲怜悯，竞选阮归向你。真侪你的囝儿，用耶稣的宝血洗阮的罪，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求你赐阮气力。勇敢为主耶稣做见证，伫逐日的生活中分享基督的恩典甲真理，来见证你的信息甲恩惠。亲爱的主，伫社会充满利用圣诞节创造侪侪商业消费，心中却无耶稣基督的时代。求你擦净阮的目睭，无互世间的引诱所迷惑，互阮搁一摆。明白主耶稣正是圣诞的主角，世间人虽望毋捌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但是阮属你的正囝儿，是因为救赎主的降生，确实感受得救的欢喜甲荣耀。因为阮知主耶稣的降生是为着阮的罪，互人钉死的十字架，第三日搁活，战死死实的关系，互人因为相信主耶稣做阮的救主。来得到救恩，你不简单赐阮永远的活命，搁逐日看顾祝福阮，互阮平安喜乐。我们感谢俄罗你无煞。怜悯的主，阮这时也要恳求你怜悯，看顾因为艰苦病痛倒伫床里，袂当到圣殿甲阮三甲做伙庆祝俄罗你降生的兄弟。求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用圣神的气力安慰因，互因会当赢过肉体的病痛，早日恢复健康，甲阮三甲敬拜荣耀主你的圣名。当兵的、出外的、伫网络的兄弟姊妹，也求你甲因三甲弟弟看顾因。这时，我要为着本堂张牧师的妈妈、牧师妈受你恩召，伊的遗嘱要求地安排伊的后事甲。安息感恩礼拜种种的事项，我们为这来祈祷，求你怜悯因，做因的中保甲倚靠，保守因。将你万权能的主，圣诞节来临，也表示今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临到。我毋知明年会发生什么代志，总统的大选甲立法委员的选举的结果会如何，我拢毋知。但是主，阮知你是阮的生命的主。掌权管平的上帝，阮专心倚靠你，你是阮的大主宰。求你时刻赏赐阮每一个人，开阔阮的心灵。愿你时常甲阮伫地，保守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未来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平安甲喜乐，互阮更加会晓尊主你最大，敬畏主你，遵趁你的旨意来行，三疼痛。三好好，享受水的信仰生活。无论伫信仰、服侍、生活、工作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甲祝福，来荣耀你的主尊名。荣耀归伫你，阮的主，荣耀拢归伫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
接续咱要来赞美，今早起要带咱来做圣诞赞美礼拜，是咱本堂的圣歌队，因有要分2个阶段。首先，因要来替咱清唱这个清唱剧的名叫做《忧闷世间就快乐》。即马首先，因要来替咱演唱的是顶半段。信息，甲无良心的言语，愿发
到2023年有新的月日，天使加百奉上帝所替到家里一个城，名叫拿撒勒。就阮一个侄媳妇，是已经陪命着互大比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这个大媳妇名叫玛利亚。天使入去对伊讲：得着福的人啊，平安，主甲你记咧。玛利亚不知误名的话，想这个平安是啥物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无得惊，因为你得上帝恩典，当你会怀孕生囝，就甲伊号名叫耶稣。这声，主啊，请帮助我，会亲像你的恩典甲喜悦，开阮的心目，互阮通看见；开阮的耳口，互阮通听见；开阮的嘴，互阮通来宣扬你的真理。
咱真感谢咱本堂的圣歌队，拄则为咱大家所献唱的由问世间着快乐顶半段。咱等下伫讲到了后下半段继续会甲咱演唱，咱真感谢。接续咱请咱大家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做伙看的上帝的话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有2个所在。首先咱要看的是第8节到20节，第2个所在犹原是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2节。咱三角来看。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里，眠是酒家雇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围雷照因。雇羊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阿老上帝讲：伫极权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雇羊的三角讲：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就紧紧去，找到玛利亚甲约瑟，佮看见婴仔困伫槽里，看了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事报人知。听见的人拢奇怪雇羊的所对因讲的事，独独玛利亚将这个话记条条，心内常常在想，雇羊的倒去。为着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来归荣光阿拉上帝。第2个所在，咱要对第25节，三角来看到第32节。25节，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名叫西面，这人义佮敬虔，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人，圣神点伫伊。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在伊还未死，要大声看到主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就入殿，拄啊耶稣的父母抱婴仔入来，要甲伊照律法的例来行。迄时西面用手指婴仔，阿拉上帝讲：主啊，当照你的话，在透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百姓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佮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以上，咱听上帝的话到这个所在，接续咱来请咱本堂张牧师来甲咱讲道。今早起张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是圣诞的颂歌第2讲。咱真感谢圣歌队咱的乐团，实在有职业的水准吼，甚至比职业的水准较好。真感谢主，因用遮侪时间真辛苦，今仔日带咱搁倒转来到圣诞节迄一天。我今仔日会讲到最后要演算2礼拜前，因为我忽然间咧想，伫圣诞节的时阵，咱若无听迄遮好听的圣诞诗歌。就减一味去啊！因为咱伫圣诞节的时阵不管是听平安夜啦、弥赛亚啦、请来忠心圣徒啦、请这圣洁玫瑰等等，咱若无听这个圣诞歌，你会感觉圣诞敢若无啥像圣诞节所以我顶届就咧想讲，咱第一个圣诞当然无这个 melody， 无这个歌。总是敢无因为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就有一寡人起来阿拉上帝，起来感谢上帝要将以马内利赐予咱。
我找来找去找到，确实有伫路加福音有4首我甲号名叫做圣诞颂歌啦吼，就是俄罗上帝也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诗歌。第一首是玛利亚唱的当天使甲伊讲即个好消息了后，当然可能无迄个旋律啦，总是伊的歌词叫做尊主颂。我心尊敬我主最大，我是上帝使女，毋望上帝你的旨意会通显明伫我的心内。这是第一首玛利亚的尊主颂。第二首是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伊是行洗的约翰的老爸。当时伊咧执行伊的职务的时，天使甲伊讲，虽然你甲你的太太伊丽莎白已经真老总是上帝要赏赐你一个囝，这个囝要成做耶稣基督开路先锋，伊要为着主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所以这条叫做救恩颂撒加利亚听见安尼了后，伊伫遐来阿罗上帝。这是第二首圣诞颂歌。第三首是天君甲天使因组一个圣歌队，叫做荣耀颂，就是咱头先伫路加第2章的唱互遐各样的人听这荣耀颂。第4首就是咱今仔第2段的圣经，有一个叫做西面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听起来伊年纪应该是不知大。伊伫遐拄着玛利亚甲约瑟带耶稣要去圣殿来献即个婴儿礼，要伫遐来照律法来行的事，伊手抱着基督，然后伫遐来学了上着个四面颂。咱尊主颂甲救恩颂，咱伫第一遍已经咱今日来看荣耀颂。荣耀颂我是感觉今仔日咱的圣歌队敢若亲像天君天使啦吼，总是咱还未去到新的天新的地，咱也毋是天君天使。我足羡慕者来讲，真正捌听过天使唱歌的人，就是伫旷野的故乡迄阵的人。迄地方有各样的，因伫山里，伫荒郊野外，迷是酒见过因的羊群。圣经甲咱讲，即个捌听过天君天使唱歌的人，无写因的名啦。敢若讲即阵人，因的职业是叫做各样的。我想咱伫世间伫社会咧行达，咱大家嘛会因为咱的职业、咱的工作安尼较好记。即个就是牧师啦，即个是医生，即个伊就咧做律师，我就咧做家庭主妇。可能咱大家有的第一个印象，咱对每一个职业拢有僵化的印象。老师应该是即个型的，法官应该是即个型的，等等，咱拢有迄种僵化。咱是定定会去互咱的职业被标签化的一群人，无一定伊会记你的名，总是知牧师后摆拄着就会晓叫。所以咱有时是一群没有姓名的人。总是咱甲这各样的人真相款的所在，就是咱尽力咧固守一个家。咱的背后如果咱有家庭，咱伫遐咧这各样的是为着伊的家庭的需要用这个职业来维持，来固守一个家庭。伊嘛咧固守伊的名声地位。我既然是一个牧师，我应该有一个牧师的款式。我是老师，我是甚物？咱拢为着咱的这个名声、事业、地位，伫遐咧固守，背后咱咧固守一个家庭。当然，伫咱的工作上，咱拢毋望咱的工作会通更较成功。亲像这各样的人，毋望伊各样，大家拢真勇壮，佫会生养众多。我会通伫经济上得到更较侪。会收入，我的生活会更较好势。总是有时咱甲倒转来想，我伫倒位？我敢若是一个个样的？我的本质伫倒位？我存在意义
就是干那为着即个工作、即个职业，会通互我三顿食饱，会通顾我的家庭，敢干那安尼尔？有时咱会想，到底我是伫什么所在？我的未来咧？有时你会感觉讲啊，我都即个工作毋是我真爱，我都吞忍甲做甲退休，有一个退休金通领，我有够业通好来过一个生活。然后呢？有时咱的性命感觉是无止境的黑夜啦，我都安尼当到几岁会通退休我的退休金来通维持我的生活，我就会通安那来做。我想咱亲像这个样的，有时你会想讲，我敢若伫世间来，就是为着我的家庭，为着我这囝儿。有时这囝儿，佫毋是互我感觉得到真大的安慰。然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吼，一个简单，大家操劳辛勤拍拼，总是咱毋知咱退休了要有够业勇健的身躯来享受生命无？咱毋知咱的囝儿会亲像咱所期待咱的子孙遐尼出发，遐尼互咱感觉光荣无？这咱拢毋是咱会通控制，伫迄个中间。咱伫迄个所在想讲，安尼我家己，我的价值伫什么所在？我的生命意义，敢干那为着即群羊？敢干那为着即个家庭？我爱知影我家己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甲我将来望到底伫什么所在？忽然间，圣经讲天使徛伫因身边，荣耀颂带来。互伊知影因心内咧想的即个答案。即条歌敢若两句歌词尔吼。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的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只有2句话，歌词很短，总是有淡薄解决咱心内的问题。原来我生命。第一个上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一生的中间爱荣光归伫创造我的上帝。伊赏赐我即个活命，互我成做一个台湾人，互我活伫21世纪，互我伫即个家庭，互我伫即个所在，互我会拄着我的夫人人，我的家组成一个家庭。这些拢是生命的过程，总是上重要的意义，就是不管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是。要将荣光归伫创造我的主，要归伫迄个创造我的上帝的面前。不管我是做什么角色，可能我是伫社会上互看阶级真低看袂起的人，总是伫迄个所在，我犹原要荣光上帝。是毋是会通伫我所处的处境的中间，互至悬的位归伫创造我的上帝面前？然后我第2个真重要爱做的就是，望我一生第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因为我来通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我才会通享受心内迄个和平、平安甲迄个望。所以我干那2个真重要，我存在意义，荣光上帝，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咱看见。虽然是真简单的一个目标，总是咱做无啥会到。我定定做毋到代志，有时讲毋到，我定受气啊。我即种的性格要安怎，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我搁较努力，亲像保罗拍家己的身躯到忝忝，伊感觉伊嘛无法度通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荣耀颂甲咱讲。你毋免完全靠你家己来完成你的任务，因为已经有一个拯救的，为着咱来出世特别理性，是万百姓拢有份，不管你什么身份，不管你什么年纪，万百姓拢有份的。因为这个要帮助你，会通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也你会通诚做上帝所欢喜的人。这就是你甲我今仔日咧庆祝圣诞上大意义。因为我是遮尔无完全，我无法度荣光上帝，
我需要一个中保来替我求情，我需要一个救赎主来解决我罪恶的问题，我需要有一个愿望，知影当这个性命过去了后，当我穿过迄个死亡的黑暗的时阵，有迄个永远愿望伫迄个所在来享受我，因为迄个拯救的已经出世。这个荣耀颂上吊两句话安尼尔，所以对这安尼了后，这个性命对这个各样的人，你甲读起来。因就意义，因听天使安尼个甲因讲了后，因第一个动作就是讲，咱来看讲天使所背敢有影，敢有真有一个婴仔，敢有影一个倒伫马座的婴仔，要成做咱的拯救，要成做一个各样的人的愿望。所以伊讲，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正的事，然后因看了后，因会通体会荣耀颂内底所咧传达的意义。伊讲啊。我若得到这种福音，我嘛就爱将我所知影这个婴仔的事报互人知影。所以是因就爱搁倒转去顾羊，总是毋是干那为着性命，为着顾羊尔。伊讲顾羊嘛是咧荣光上帝，毋那安尼，我要将我知影的这个福音报互其他的人知影。如果哪通做到安尼的时阵，伊就是地上和平归伫上帝所欢喜的人。第二个，咱要讲四面颂四面西面，这个人圣经甲咱介绍讲，伊住伫耶路撒冷，也无写伊的职业，无写，毋过大概看起来是不知罪悔。伊甲咱讲，这个人是敬畏上帝，伊也定定咧愿望，我做一个以色列人，上帝要安怎来拯救这伊的百姓，然后讲圣神甲伊三甲伫咧，因为伊甲上帝迄个亲密的关系，直到上帝通过圣神甲伊讲，我要满足你一个心愿，伫还未离开世间以前，我要互你看见迄个弥赛亚基督，迄个犹太人真期待已经几啊百年迄个弥赛亚会互你亲目看见。所以伫圣神的感动下面。伊毋是住伫圣殿，伊迄天去圣殿，去拄着约瑟、玛利亚带耶稣来。所以咱会通看见即个西面敬畏上帝，伊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伊愿望以色列会通得到拯救，愿望伊家己的罪恶会通得到讨放。伊是一个有愿望的人。圣神三甲甲伊定定甲伊三甲伫咧，所以伊也是一个有疼心敬畏主疼人的人。总是可惜。伊也无看到基督，伊也毋捌耶稣基督，伊敢若得到一个启示，讲互你一个足大的恩典，伫还未离开世间以前，你要看见主所应允迄个要救赎世间人的基督，迄个救世主，伊就安尼将囡仔抱伫讹落上帝，即个就是西面颂。主当照你的话。讨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咱知影伦理一句话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得到迄个道，暗时来离开，我已经没有遗憾，这世人没有遗憾。今仔日你若接受耶稣基督，你这世人没有遗憾。我的老母拄拜三过身我用这句话来甲我兄弟姊妹，互相安慰。妈妈已经是已经得到拯救，已经看见基督，上帝讨放伊安然过世。所以今仔日咱伫遮学习的就是，咱愿望伫咧各样的中间，伫暗时的时，咱相信上帝应允，咱看见主耶稣已经降生，
我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学了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用这两个圣经节，上帝听世间人，伊将独生囝赏赐咱，互咱袂被保，互咱会通得到迄永远的活命。伊讲，既若接纳伊，就是信伊名的人，伊赏赐咱官兵做上帝囝儿。今年的圣诞节毋望咱甲这个样的共款，甲西面共款，接受主耶稣，我们此生无憾啊！所以这时，咱来听南门教会天使天君来唱荣耀颂。亚先的世间人中欢喜，因为拯救者，因为咱的中保，因为永远存在、赏赐咱活命的上帝已经降生。搁一摆来听一个天君天使所带予咱的信息。好，咱真感谢张牧师。今早起的正道，咱接续来请圣乐队继续来唱《犹问世间着快乐》的下半段。要是世界上帝来的，所以对家己的马赛城具体优派，到台北城名叫隔离呢，要甲伊所配的马里亚三角做配合。迄时马里亚已经有身孕，因为迄时生产的祈祷，就是先头一饼用五包伊，互伊困伫做呢，因为血管无所在通的问题。真香。主啊，我自行也自行，管管人一是别自行，一自行最人的恶了经历，亲像你比真行的名，管管的自行，管管人比你来人因高兴，请你使阮保佑我，因望和平听，大喜乐，爱真下我。
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个内面，这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伊。这声，这就是福音大好的消息，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囡仔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因疼世间到安尼。
分堂圣歌队用清唱剧的方式来带领咱今早起盛大的赞美礼拜，真感谢。咱接落来奉献，咱请李梅新主事甲胡匡瑞主事来甲咱示献。请坐。这时我来报告，首先真欢喜，咱大家今早起会当三个来参加咱今年圣诞赞美礼拜。啊，感谢拄则咱所看见圣歌队甲青少年团契用管弦乐甲清唱的方式来带领咱今仔日的赞美礼拜，互咱会当用喜乐甲感恩的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咱毋知有注意看，咱今仔日咱圣歌队吼，每一个迄个咱的小姐吼，逐个拢阿妈棍拢绑一条这丝巾，这丝巾就是咱迄肯安德森的董事长，咱的这个谢康雄董事长贤伉俪吼，因奉献的啦。啊，查甫的毋知有分无啦？查甫嘛有哦，查甫哦，管内裤带啦，管内裤。好，真感谢。啊，咱今仔日嘛有准备圣诞歌，所以咱若礼拜了后的时，请毋免设置咱伫大门口，咱服务组会派人伫遐分圣诞歌，互咱三个来欢喜庆祝。了后礼拜结束了后啊，咱伫地下室，今仔日有游园有准备即个地点，请咱大家游园会当落地下室，大家三个伫遐交陪，啊，大家互相留落请安。另外，咱要感谢就是昨暝，咱也有来参加咱的即个圣诞暗会，咱都会看到。咱真感谢即摆是李梅新执事吼，伊为头到尾，会使，较顶啊，只有啥物事我报了吼。李梅新执事伊统筹规划，有足侪，当然有足侪伊的即个闺蜜甲伊斗帮忙。啊，另外就是咱昨暝即个活动实际上有足侪服侍，大家互相帮忙的人，即个拢爱甲因感谢。同时嘛爱感谢团队组，会当讲
迄个大港节期间，咱到今仔日上尾一期垃圾已经点啊，互大家看到。即个中间，逐日拢有提供咱即个灵修梦想的即个资讯，互大家。所以，互咱伫今年的圣诞节非常的充实，感谢。另外，真通欢喜的代志就是咱今下晡3点半伫新庄教会，咱本堂的教育牧师，即个总主亮总牧师，伊受聘伫新庄教会要上任，所以伫下晡3点半，欢迎咱的兄弟，若时间会拄好的，请咱无论是要坐捷运，或者是要家己开车，还是要坐巴士，拢会使。即个伫咱的周报有真详细的记载，要去到迄所在的即个方式，请咱大家来参与。搁续来财务组有特别爱强调，就是讲，咱今年度的即个关销，财务组的关销是到今仔日为止。所以，若是后礼拜所奉献的，会归伫后年度。所以，若假使讲各位兄弟有打算要伫今年度要互列入伫今年的奉献的，请一定爱伫今仔日来奉献。这个请大家谅解甲配合。另外，就是伫后礼拜日有要联合圣餐礼拜。所以，因为后礼拜日啊是最后的一个主日，所以咱也要举行这个，所以真毋望咱大家会当来参加。同时，伫后礼拜的第一场有要暂停，所以集中伫第二场，大家做连后礼拜。另外，若是假使讲过年，因为足侪少年的，大家拢要去跨年啦吼。啊，若这聚会资深的，若假使无当去，就真欢迎伫迄个12月30日暗时7点到9点去这个。中正纪念堂迄个所在，国家庭院呐，遐有一个叫做艺文广场，参加咱台北祝福国际跨年音乐会。啊，这个内容咱伫迄个楼骹的公布栏遐有详细有公布，请咱大家去遐参与。搁续来就是咱要编明年度第一季1月到3月的这个行事历，所以请各团契的这个会长也好，还是负责的人会当甲相关的资料伫拜日，就是即个拜日，其他礼拜也搁2日，暂慢伫拜日进前会当交互办公室，互咱来顺利来印咱后一季的即个时间表，请大家会当配合来办理。另外就是拄则牧师咧讲道嘛有讲到，就是咱的牧师妈张可阿占牧师妈，伊伫12月20日下晡，这是美国的时间7点半，迄个明主温调。今年98岁，所以这个真长岁数，所以咱也为着这个来甲牧师啊，甲迄个牧师娘甲伊的家族来祈祷。伊当然事后还有足侪这个孝事，或者是讲有安孝感恩礼拜，还搁咧筹备中。啊，咱请大家会当为着这个来甲三教来甲因代祷，也是若会当帮忙，请咱大家来甲因帮赞。另外，代祷的事项啊，甲奉献的即个，请咱家己来看。若假使顶礼拜的奉献有订单的，请咱向咱的干事，或者是请咱的地我的长老来回应。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无？我来，即马即先话你讲歹势哈。啊，伊咧等下牧师。啊，伊咧行中间无要紧啊，我代表教会甲大家欢迎，今日看真侪，足久毋捌看见。啊！礼拜三，请咱大家会通留咧，哦，啊，咱会通到地下室做伙来用一个地饼，啊，大家做伙来交杯，啊，祝大家圣诞恭喜哈！我要补充是因为我要特别感谢吼，规个少年的技术，阁有一寡同工吼，因为统筹的最高境界就是都不知道细节，现场就发生了哈。所以我今年我觉得我是非常成功的统筹，因为都是各自发生哈。啊，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从9月就开始跟我们一起开会的匡瑞执事、嘉欣执事，然后还有那个怡如执事，跟有任宽执事哈，任宽执事有告昨天参加的323个，他都算出来，所有的名单都有哦。我真的是这几年非常的佩服他哈。啊，然后还有就是今年有比较特别的，就是匡瑞执事有跟幼儿园哈。谈了一个合作，然后跟我们主日学，那当然也要谢谢主日学校长吼，有一个儿童跳蚤市集，然后总共就是募款募了5000，也谢谢大家的参与，5000块哈有收到这个就奉献给教会，然后另外当然
这个323个人吃饭的事情，真的谢谢嘉兴执事哈。可是拜托大家，以后真的我们不要现场报名了。那个最后1周的临时报名，我们以后会那个最后1周就要收费300了啦。好，一定哦，一定哦，最后1周收费300，每个人300，然后最后1天不能报名，拜托那个，我猜那嘉兴好，只是应该这个礼拜大家都没有什么睡觉，好，那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昨天是最后活动，可是我们这些布置大概11月底就完成，在点烛的第1主日就完成了，这一次是宜如执事带亲戚啊，还有整合。盘那个基石哈，一起帮忙拉灯，还有圣诞节。可是最重要2个设计者是我们的那个宜伟还有宜安哈，2棵圣诞树有没有很漂亮？刚刚你们有看到2棵圣诞树吧？有吗？都在1楼哦，你们等一下找一找。安娜丽玛不，应该很多人有参与到啊。如果没有参与到，请你务必要拍照哈。那以上就也给大家谢谢，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的参与，而且一起帮忙，我们把荣耀归于神，大概这会拍，谢谢哦，大家。真感谢这个是圣诞节，咱虽然暂的表演的时间才1.5半钟，啊，佮挂牧师讲道拄啊2点钟，但是迄个筹备的时间佮足侪人的参与，这个是真通感谢。啊，真希望咱伫明年度会比今年佫做得较好。啊，所以若假使有明年要筹备的人，咱嘛真欢迎会当主动来报名。啊，无阮较早拢是伫遐中秋的大家杀来杀去，因为迄日嘉兴拄啊无来，同啊10个叫伊筹备啦。但是拄则有互伊起来有话语权，互你起来表现安尼，感谢遐侪人啊，所以真好。所以明年对真侪人这讲袂了，你若讲敢若讲2、3个，结果讲无着，心内其实无欢喜。啊，无咧卡，当然今仔圣诞节。所以其实足侪人啦，有真侪人，不过咱是毋是安尼？咱接续咱来吟诗画首诗，咱要吟的是55首，就听天师缀吟讲，咱吟时后请牧师甲咱祝祷。
帝祝福。愿道成肉体出世做咱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伊的救赎，天父上帝伊对咱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引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直到咱进入新的天、新的地。阿免。请坐，灭倒。